謹慎少少先。hold 到轉唔轉到身啊？今次轉唔到住啊！都幾難攞啊！真嘅呢個波嚇，咁啊劉家喬，因為個波咧就俾前咗不特止，仲要背住對方，交球抌咗出嚟㗎啦，阿華頓一攞親波兩個招呼，但係佢右腳就始終都係冇左腳咁純熟㗎啦，有啲夾硬嚟嘅呢個波啊，出埋界添。我都係李文嘅球員啦嚇，佢加埋家喬都係李文嘅隊友，李文嘅拍檔之一。咁所以今日家喬咧就其實通常李文都係後備入替嘅，4次上陣都係全部後備姿態。我發現呢場講到係重要戰役啊，被委以重任喎。當然啦，韋斯活都好睇好佢嘅前景啊嚇！哎呀，呢條線一線腳，拍過艾利法蘭道有冇事？12碼，係啦，呢個波我都以為冇事有事，因為呢個波咧成個踢到飛起啊，應該犯規就係卡斯嘅。係啊。冇得講㗎啦！呢啲波，你喺禁區甩咗腳，你翻腳嘅時間你一定係慢㗎啦。哦，咁啊好啦，再睇嗱，佢線步夾硬炒落去嘅呢個波，佢又緊張個頭啊。係啊，因為當時甩咗之後咧，阿費蘭道就到㗎，咁樣鏟落去邊有唔會12碼啊？費蘭道都醒啊！嗱，其實卡斯就浪高咗先啊，第一下控高咗波揼到落嚟，就再揼多下自己隻右腳就彈翻甩咗個波添。一甩咗個波之後咧，費蘭道已經趕到啦，波都偷埋。結果你用任何嘅動作去停止費蘭道，都係一球12碼㗎啦。同埋佢呢個波佢一甩咗，即係一線腳咧，佢翻腳嘅時間咧，佢唯一出腳咧就係鏟落去，係咪？如果你唔鏟落去嘅時間，俾對手轉到身，佢會個球員咧後衞咧一定係緊張嘅，都會出腳。好多騷擾嘅喎，其實啊，一吹罰咗之後咧，孟加拉啲球員咧好多時都走埋嚟騷擾，係咪？啲球員學好球證好，喺一場波都幾多啊！似乎安永佳喎，好啦，安永佳靠你啦嚇，入咗人生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咁啊，之前咧就泰皇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最終我反輸1比2。好啦，整翻靚仔頭髮先，唔好再視線緊要，口順條氣，深呼吸，準備就緒。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哇，大家都好緊張啊！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啦。睇睇安永佳掂唔掂？係咯，安永佳冇問題，安永佳1比0。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都未必撲到，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咁啊，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好1比0，咁啊好啲啦，定啦。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一路落嚟啦，孟加拉咧，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隊嘅球員嘅，但係呢腳波咧，因為跣一跣腳，導致到急再出腳就輸咗12碼，又係一個犯錯所致。係啊，係一個犯錯啦。上場波大家都有啲犯錯，結果咧就雙方都把握得到。今次港隊都把握得到，孟加拉一次嘅犯錯，博到球12碼，安永佳操刀得手，門將馬就捉錯咗路先啦。放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冇問題嘅，旋轉添啊，靚波好有信心，係又靚又入啊 ，OK 啊，頂得住壓力啊，哇！係啊，尤其是喺咁嘅情形咧，你頂到個壓力好緊要嘅，射12碼。招牌慶祝動作啊，波支藍色嘅慶祝動作啊，一眾紅色衫嘅朋友全部都係支持港隊嘅 fans 嚟啊！好啦，呢邊咧香港隊有個好開始啊，領先1比0。再嚟輪到咧就孟加拉右手邊高波笠到埋去，俾到阿麥特先。查祖你以為趕到，但係佢只係掠過咗個皮球。哎呀，一場地都跣嘅喎，係啊，爭啲又送翻俾你話。係啊，個場地都見一揼嘅時間咧係有啲係跣步喎。好，今次個波轉就轉到啦，不過就轉咗後邊唔緊要，都攞得翻嘅。個推進因為前邊而家亦都睇到咧走緊位就係費蘭道嘅波唔俾啊 ，keep 住都係啱嘅，即係唔好咧，即係咁急啊！有陣時而家贏緊波仲要。好，余子南好多時間嘅，唔需要急啦。而家套咧調翻轉嘅，鍾樂安、陳俊一冇人埋嚟乜就唔好俾住啦，因為見香港隊嘅球員都走唔到個位出嚟啊，冇球員現到個身啊，咁所以就唔好俾啊。係啦，俾到個地波上嚟，
哎呀，呢邊一錯轉身，再攞翻順些少先啦。劉家喬單挑對手，扯到埋12碼區裏面一頭作翻走，黐翻落嚟自呢個費蘭道嘅後場，仲有周元德亦都響度，再後少少仲有顏卓斌添啊，補一腳短波，然之後余子恒直接扯埋嚟，控到上到腳㗎，咁啊見到柯永佳咧響咁向面嘅人樣馬翻喎，比賽仍然繼續啊，遠處位置頂出不遠，左腳拉射陳俊一。我諗住盡快撒個波埋去補一補啦，但係都俾白山強成功封到。但係好嘢啦，嗱呢頭甩完控球權，嗰頭封翻你去路，做得好好啊！今日暫時斌仔係好有紀律性啊！今日響中場嘅掃蕩方面穩打穩紮啊，真係佢都冇辦法呢個波咁樣走咗埋嚟嘅時間唔出嘅唔得，如果唔係啦，拉基賀新呢就俾佢空地個波咧一轉到身咧就危險啊！咁所以呢個波都埋嚟係逼到佢咧就跌咗喺度啦，犯規啊！個波你都開出嚟冇問題啊！咁啊，亦都夠晒人嘅。咁我哋防守暫時問題不大啊。係暫時佢哋即係走唔甩我哋香港隊嘅球員啦，同埋佢哋一個組織上嚟嗰啲波唔係話即係好有威脅啊。好多時佢哋啲猜傳咧都係喺自己後場，嗱好多時都放啲咁嘅長傳上嚟咧係比較遠嗰啲波咧，再接應第二下咧就唔係咁好啊！今日啊，哎呀，犯規呢個波。呢邊係查祖利啊，啄隻腳埋，有啲辣味喎。其實今日打孟加拉都，所以今日有翻費蘭道啦。嗱，前場多翻個保護皮球啦，同埋搏收能力比較高嘅球員喺度，緊要嘅呢方面啊。費蘭道經驗好豐富，佢知道幾時有機會頂多個位 hold 多個波，佢就搏到犯規啦，可以。啱個下，冇人幫佢啊！靚啊！哎呀！個波爭少少攞到就好啦，攞唔到呢個波，因為原來擠得好快嘅關係。余子南就企多個位啦，而咧就艾華頓都俾到㗎啦，係爭好少嘅啫嗰個位置啊。不過最緊要都係保住個領先優勢，完上半場先啊！依家你大家知啦，孟加拉啦，其實呢場賽事就算作客都係1分都不能少啦。如果仲想 keep 住個出線嘅希望的話，咁如果我哋咧港隊可以領先住去到下半場的話咧，李小恒大紅人喎，哇頭先咧就賽前啦嚇，現場報幕員話講佢嘅名字，即係宣佈呢個後備名單嗰陣啊，佢都零舍多掌聲㗎嚇。我話説啲港隊波衫啦，埋嗰啲印字方面啊，其中一個最快印晒嘅名字就係李小恒啦。呢排紅人嚟㗎嘛，係啊，上一場波喺後備出嚟能夠入3球波。咁所以就啲波衫一定係會比較係特別係好賣啲嘅。仲有一個係陳俊一都好快受興喎。陳俊一因為響上海申花都係人氣急升啊，而家響中超方面，即係呢兩個比較係人氣急升啲啊。係，如果睇到幅相咧，最快寫住受興就呢兩個名字咯。好啦，前場又有個邊路位置一個罰球先啦。好啦，呢個罰球由艾華頓去處理。都有啲威脅㗎，嗰啲罰球啊，因為試過啲遠處位咧係走甩咗孟加拉嘅守衞嘅，可以 set 到出嚟。今次得唔得咧？再一次啊，都係艾華頓個波唔係好高啊，今次頂翻轉頭，艾華頓都攞得到嘅，好定啊！呢個波俾到個頭，有機會，有機會，哎呀！個波因為咧柯明佳咧起唔到腳，個波高啊，佢等個波落嚟嘅時間咧，俾爆炸頭嘅查祖利咧就包咗個位啊！因為個波咧高嘅時間你射唔到啊！如果個波落唔係咁高啦，可能佢第一下已經射到啊！咁啊查祖利啊夠快啊，真嘅，攝佢個位。啊查祖利其實就係球場入面嘅教練嚟嘅，佢不停喺度咧就即係叫緊啲隊友啊嚇，幾時拉翻埋嚟啊，可以現翻多啲身啊等等，或者大家距離唔好距離得太遠啊。有時候咧就孟加拉可能3線個距離都有少少咧就真係斷咗層嘅，再做翻上嚟。佢就去到摩沙連啦，啊暫時摩沙連今日發揮冇上場波咁生猛喎。咁上場呢個新星方面啦，喺個進攻中場位置啊，尤其是手轉攻方面都幾爽啊啲波啊，自己有能力可以掕到個波上嚟。咁佢就自己踢法都想模仿下迪布尼嗰款添啊，一個出色嘅進攻中場咁樣。佢哋都喺後場咧都做到好多功夫，即係好肯去即係猜個波，亦都好大膽去猜個波。講緊孟加拉。即係其實佢哋猜個波咧，雖然唔係話好特別出色啊，又播到又一次呢個波，快難度真係成嘅呢個。係啊，呢啲波有啲即係，我覺得咁樣踢落去，球證都應該揸得嚴啲啊！好多呢種小動作嘅，其實而家孟加拉啊。係啊，佢俾人犯規咗好多次㗎啦嚇。佢知幾時突然間一個轉身，咁你一攝埋嚟就一定係犯規㗎啦。
咁開始咧就俄下球證先啦，係咪要收緊個執法嘅尺度咧？話咁樣，咁下齋吹法又冇俾拍，咁呢下就擺明叫腳添啦嚇，叫蘇美。23號就蘇美啦。咁啊，上場就角球頭槌入波嘅球員就係佢啊，都曾經代表過加拿大國家隊，之後就轉咗籍嘅。控到落嚟，祖連奴揸嗰度，咁都問龍門甩甩地，哎呀，可惜啊呢球波啊！得唔到雞就冇計啦。呢個波射得過嘅，不過馬馬就好錯又好嘢嘅，封咗個位啊，前柱位一定封晒嘅，因為呢個波咧起到腳咧勁啊嘛。咁啊又好彩就話彈個波出嚟又唔遠啊，真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有機會執到雞㗎嗰面雞。祖連奴嘅性格都係咁㗎啦，幾窄角度佢都夠膽用啲古靈精怪招數去嘗試攻門嘅，係啊，即係起碼佢射得準啊嘛。如果你話咁嗰個角度咁窄嗰啲波啊，差唔多啦，上半場啦，得翻1分鐘到。都係有啲迷失啊！叫孟加拉好多後場界嘅球都係啊，因為當港隊擺多幾個人咧，就貼翻邊線位置啊，或者 mark 翻幾個咧，就有機會接應到嘅目標的話咧，就叫佢抌嗰個就真係唔知幾時抌，或者抌俾邊個，幾次都係咁噶啦嚇，左邊又係咁，右邊都係咁。今次嚟自咧就係周元德啦，快步清翻走先啦。爸爸就嚟自德國嘅朋友啊，周元德啊，保持2分鐘嘅。今屆咧，周元德響中超都上陣13場比賽嘅。咁所以其實今期韋斯活都揀咗咧，就都好多啦嘛，中超或者中甲嘅球員啦，加埋8個啦嚇。但你話計晒全部而家響中超同埋中甲揾食嘅叫做咧就係香港嘅球員方面啦，其實一共有14個人啊，而家就去到咧就係中超或者中甲落班，但係有8個入選咗，有啲冇入選啊。馬希偉啊、吳宇希嗰啲就冇份嘅，今次就。我做翻轉頭先，你咪見到雲拿再回翻後面些少位置，巴迷都響度啦。後場就揾佢做個 leader 啦。係啊，個中場就都幾肯走去攞波㗎。咁啊，包括阿蘇美都係㗎。合普去唔到前住啊，因為都足夠時間掣㗎啦。佢啲波就係咁㗎啦嚇。嗱，熒光幕底我幾有趣嘅肢體語言，因為頭先韋斯活就好緊張，個人咧就越褪越出，就出咗個指導區域，然之後咧提醒佢快啲翻埋去嗰個咧就對面嘅教練光頭佬卡比拿，就仰手叫話韋斯活你行翻後啲啦咁樣。即係老友鬼鬼定點樣，都有提醒佢啫。咁啊唔知啦，我唔識讀針術啊嘛，大佬係啦。總之有提到啦嚇。好，今次有見到咧就雲拿先啦，猜翻上嚟右手邊拉基荷森，再扯高波笠到埋去，哎呀冇問題，余子南冇輸到埋眼位，好緊要啊呢波啊！所以而家余子南咧啲包位都越嚟醒啊，幾時又右閘位收翻埋中間，劉家傑諗住 send 個長傳喂俾咧就安永佳㗎，嗱配合爭些少，但係都一個唔錯諗法嚟㗎嚇。哎呀點算啊？有球受傷喎，阿華頓嚟喎，華頓啊揞住個腳，清咗先，冇錯啦，都應該都差唔多時間㗎嚇。阿華頓呢一下就可能佢諗住大腳筆個波就上去啊，係咁啊對手可能啲腳就踩中佢啊。嗱再睇下嗱，當時呢個波佢轉到身用右腳，係喎真係啊，啱啱個鞋面咧就啄落佢嗰個嘅腳面嗰度啊，即係鞋底個位置啊。而家阿華頓好多時候啲上腳盤扭方面啦，都係反而扭翻去自己嘅飛棍用右腳。係喎，真係啊！啱啱個鞋面咧就啄落佢嗰個嘅腳面嗰度，即係鞋底個位置啊！而家阿華頓好多時候啲上腳盤扭方面啦，都係反而扭翻去自己嘅飛棍用腳右腳嗰邊啊，搞到對面更加難以捉摸。幾次都係咁啦，喺底線位又試過係咁啊嚇！佢係偏向虎山行嗰款嘅，好多時候係。左救之一啦，戴亞諾啦，頭先嗰位胡鬚佬都好肉緊啊！好似2分鐘夠晒㗎啦，但係有啲補上補先啦。嗱，呢啲時間最關鍵啊嚇，一定要集中精神先啦。係啊，試過上一次咁，真係喺上半場要集中啲啦，應該都足夠㗎啦。
最後一擊，球證都望下隻錶㗎啦，已經啊！哇，都跣喎場啊！見到啲球員都幾次㗎啦，幾次咁跣低喎。兩邊都有啦，其實啊，啱呢個白衫啦，咁啊之前其實咧就譬如紅衫球員啊，艾華頓咧都試過跣腳嘅。呢個位扯到波埋嚟，批到熱咗，哎呀，攝到埋去又冇射，應該顏卓斌幫翻頂翻住個位啊嚇！照計係阿斌仔嚟嘅，應記一功啊！今次顏卓斌啊，冇錯係你啦嚇！上半場終於完結，港隊暫時1比0。